以扫就是以东，伊的后代记伫下面。以扫带迦南的女子为伊妻，就是何人以伦的女儿亚达，甲希未人祭便的孙女亚拿的女儿亚何利巴玛，佮带了以实玛利的女儿尼拜约的小妹巴西末。亚大甲以扫生了以利法、摩西末生了流尼，亚何利巴玛生了亚乌斯雅兰可拉，这拢是以扫的后生，是伫迦南地生。以扫带着伊的牵手、囝儿，甲家中一切人口，并伊的牛、羊、精生，甲一切货财，就是伊伫迦南地所得的，往别处去，离了伊的兄弟雅各，因为两人的财物均足甚多，寄居的地方用未落因，所以未当同居。怎呢？以扫住伫西尼山里，以扫就是以东，以扫就是西尼山里以东人的始祖，伊的后代记伫下面。以扫将囝的名字如下面：以扫的牵手亚大生以利法，以扫的牵手巴士末生流尼。以利法的后生是提曼、阿末、西波、加弹、基纳斯。丁拉是以扫的后生，以利法的妾，伊甲以利法生了阿玛利，这是以扫的牵手亚大的子孙。西尼的后生是拿哈、夏拉、沙玛、米撒，这是以撒牵手巴士末的子孙。以扫的牵手亚何利巴玛是这边的孙女亚拿的女儿，伊甲以扫生了亚乌斯阿兰可拉。以扫子孙中做族长的记伫下面。以扫的长子以利法的子孙中有提曼族长、阿末族长、西波族长、基纳斯族长、可拉族长、加但族长、阿玛拉族长，这是伫以东地对以利法所生的族长，拢是亚大的子孙。以扫的后生流尼的子孙中有拿哈族长、夏拉族长、沙玛族长、米撒族长，这是以东地对西尼所生的族长，拢是以扫牵手巴士末的子孙。以扫的牵手亚何利阿玛的子孙中有亚乌斯族长、阿兰族长、可拉族长，这是对以扫牵手亚拿的女儿亚何利阿玛子孙中所出的族长。以上的族长拢是以扫的子孙。以扫就是以东，迄地原有的居民，何利人西尼的子孙记伫下面，就是罗但、朔巴、基便、阿拿、底顺、以查、第三，这是对以东地的何利人西尼子孙中所出的族长。罗但的后生是何利、希曼。罗但的小妹是亭娜，朔巴的后生是阿列文、马拉罕、伊巴律、示波、阿兰。这边的后生是阿雅、阿拿，当时伫旷野放伊老爸这边的驴，拄着温泉的，就是这个阿那。阿那的后生是底顺，阿那的女儿是阿何利巴玛。底顺的后生是兴但，
伊是班、益兰、基兰。以查的后生是别汉、萨番、阿干。第三个后生是有斯、阿兰。对何利人所生出的族长记伫下面，就是罗丹族长、索巴族长、这边族长、阿那族长。第顺族长、伊查族长、第三族长，这是对何利人所出的族长，拢伫生女地按照宗族做族长。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以前，伫以东地做王会记伫下面。比尼的后生比拉伫以东做王，伊的京城名叫丁哈巴。比拉死了，波斯拉人谢拉的后生约巴接续伊做王。约巴死了，提但地的人何山接续伊做王。何山死了，比达的后生哈达接续伊做王。这个哈达就是伫摩押地杀败米甸人的，伊的京城名叫阿维德。哈达死了，马苏里加人桑拉接续伊做王。桑拉死了，渡河边的利河别人索罗接续伊做王。索罗死了，阿吉波的后生巴勒哈兰接续伊做王。亚吉波的后生巴勒哈兰死了，哈达接续伊做王。伊的京城名叫巴乌，伊的看守名叫米希他别，是米撒号的孙女，马特列的女儿。对以扫所生出来的族长，按照因的宗族住处名义记伫下面，就是天那族长、阿列夏族长、亚帖族长、阿何利巴马族长、伊拉族长、比润族长、基纳斯族长、提曼族长、米比萨族长、亚玛帖族长、以兰族长。这是以东人伫所得威胁的地上，按照因的住处，所有的族长拢是以东人的始祖。以扫的后代。